咱继续来关心，在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爆炸，造成10个人死亡、成百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。其中，顺一个死的消防员经过 DNA 比对，已经确认3个人的身份。因而另外，查匪嘛已经有找到最后3个员工的遗体啊。 平阳国际大会引起爆炸，大会爆发了后进行暂会处理，当时赶紧敲找失联的3个员工。而是下晡3点外，最后一个失联的男性员工，经过家属指认了后确认。今天下午这一具，因为有家属指认，而且他身上有带着他平时就会佩戴的佛珠，所以这个比较明确。那另外的2具因为不完整，而且碳化严重，所以这个要 DNA 检验。 不过，陆续找到的3个员工，经过法医判定，发现部分骨骸不是人类骨头，搜救行动继续进行。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请法医再做确认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部分目前能确认属于员工的大概只有1位。 屏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也去爆炸现场初步勘验，单桥催加毁掉结束进行侦办。各卫生环保协会协助家属对厂商财产申请扣押。另外4个顺职消防人员经过刑事局检测比对 DNA 检体，确认3个人的身份。疑似的4位里面，另外1位是碳化的太严重了，已经完全采不到任何 DNA 的组织。 同款属于第1分队的消防员伤亡严重，也和受伤大院的小队长正自责。不管是小队长、大队长，都不希望他的弟兄受伤。既然我的儿子受伤了，我不会愿意。另外，消防队到位了后，厂商是不是无提供完整资料？官府表示，物质安全表、化学物质参照会加做制作过程中重要的，但后者是不是因为原本产生爆炸，是未来调查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